来看台北市推动少年人到老人换厝大，当面社会主体有4户，兴盛社会主体有1户，计共只有5户。有民代质疑讲效果是真歹，外界认为讲这是因为租约上济6档规定嘛真严格。都市发展局是表示讲，即马租约已经放任到12档了，嘛强调讲为着维持大爱品质，所以必须要有相关的规定。台北市正值超高龄社会，为了解决老人困居问题，市府推动青年换机和行动不方便，煞有缘住伫老公寓的长者，转住伫电梯大楼内。原住所是出租予少年人，创造商业的局面。因过目前当面社体住伫4户，兴盛社体只住伫1户，和机关处理成效无好。你只能住6年，80岁住到86岁，你就不能再住了。那后面86岁更老了，怎么办呢？那你违规就要记点，可是对老人家来讲，他可能记性没有那么好。之前我也提出，长者换居之后，他的辅具只有1个把手，那这样子等于跟他在原本住的家里就只差在电梯。议员点出，包括只会当租2年，对于老大人无长期保障。管控项目为市场物甲单本所订定，只要违规记点超过30点，就终止契约，伤过严格。认为市府应该重新检讨政策，民众是看法不同。垃圾要分类得很清楚，社区公共卫生这个都很重要啊。烧那个金纸啊，好或烧香，那个不会妨害到别人嘛。应该不要这么严呐。在6月的时候有重新调整公告，已经有放宽到12年。管理规的规定其实是针对全社区的住户都是有一致性的，并不是我们特别针对轻盈换居的老人家去设计。都发局表示，目前已经租期延长到12年，也提供无共帮型，每合过程发现。长辈注重地缘关系，希望会当甲家庭照顾者住做伙，所以需要多帮型物件。也毋过记点制是原有的社体规定，需要维持居住品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